我哋先將兩個簽證做一個比較性審批政策嗰方面 ，NIV 咧呢個係一個希望揾到全球最傑出嘅一啲人才嚟到澳洲。咁佢對於申請人嘅背景咧合唔合乎 NIV 嘅要求嘅，即係話係唔係去到政府所希望全球最傑出、最優秀嘅人才咧咁解？紐西蘭就明確啲咯，明碼實價係啦，反而係 NIV 就會係一啲質量性嘅條款，同埋所以審批嘅時間澳洲係比較難掌握啲嘅，紐西蘭好似快好多喎，係咪啫？紐西蘭呢邊咧就係4個月內佢就會有結果㗎啦。咁所以呢個就似乎紐西蘭比較清晰啲啦。係投資嗰方面啦 ，NIV 咧嘅南澳洲咁樣，佢亦講明，只要你係佢碌貨嘅人才，你嘅投資係冇一個最低要求啦。紐西蘭就好明確地咧，你可以揀增長型嘅5 mil 或者係平衡型嘅10 mil，咁就明碼實價嘅。而家嚟講咧 ，NIV 就冇講到嗰個投資嘅年期嘅。咁啊，講下個簽證嘅性質啦。嗱 ，NIV 咧一俾就俾咗個 PR 佬你噶啦。紐西蘭咧嗱，佢邀請咗你之後啦，你做咗個投資，咁佢就會俾一個叫做 Resident Visa 俾你。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算咗一個臨時簽證嚟嘅。咁你個投資滿咗年期，同埋你坐夠佢個移民監，你就可以申請一個 permanent 嘅 Resident Visa 啦。呢個 Resident Visa 咧，其實佢已經可以享有新西蘭嘅公共嘅醫療福利啦，同埋小朋友讀書都可以當 local 咁樣計㗎啦。講翻福利啦。NIV 本身就係永居嘅簽證，佢同臨居簽證最大嘅分別喺澳洲嘅移民法嚟講，係佢下一步就係 citizen 嚟㗎啦。福利方面啦，咁基本上佢同公民嘅福利咧已經非常之接近啦，即係享有到我哋嘅 Medicare 醫療福利啦。咁子女讀書亦都可以係去入讀，即係公校係免費啦。同公民最大嘅分別就係投票權同埋呢個大學嘅貸款同埋房屋啦，都比普通嘅本地人多10幾個 percent 嘅。咁但係 PR 就冇呢個問題啦。亦都講下佢嘅居住要求啦。NIV 咧就係一個 PR 嘅簽證嚟嘅，所以佢嘅身份咧係永久嘅，限期咧只係5年。佢就希望咧你5年內住2年，冇話一定要連續 anytime 喺5年之內你住夠2年就可以。咁我都要提一點就係因為喺 NIV 入邊咧係有突出運動員呢一個界別嘅，呢個界別嘅朋友咧係佢會有一啲特別嘅優待，因為如果佢係要代表國家出咗去比賽啊，移民局喺呢一方面咧係會酌情咧去處理唔需要佢坐足呢個移民監，就當佢呢啲出咗外代表國家嘅日子咧，都慳埋入去佢嘅居留日子度。即係紐西蘭，如果呢兩隻投資移民啦，咁分別3年同埋5年之後就可以變成一個永久嘅居民啦 ，permanent resident visa 啦。呢個喺紐西蘭咧係有啲唔同嘅，因為佢個 PR 咧其實咧就唔會過期嘅。咁但係如果有啲人我真係喺紐西蘭住得好舒服喎，住夠5年咯喎，咁其實咧佢就可以入籍。就攞埋紐西蘭嘅 passport 啦。如果揸住紐西蘭嘅 passport 咧，其實咧可以隨時入境澳洲嘅。咁咧就係落地簽證嘅。其實你就會攞咗一個叫做444嘅簽證，可以俾你無限期喺澳洲繼續住啦，可以做嘢啦，可以做即係你當係一個普通嘅澳洲人咁樣去生活就可以㗎啦。亦都有可以入籍澳洲嘅一個 pathway 嘅。咁所以其實揸住444咧，都係喺澳洲就係等同 PR 啊，等同澳洲人一樣㗎啦，基本上。係啊，咁所以即係點解今日我哋咁